姐儿们，超级大长腿，看这个好死，笑死了！妹妹一直在陪我一起跳。哈哈哈哈哈！牙齿好白。今天肯定要，晚上去不了，所以要补回来，知道吗？晚上不能去跳，俺俩老说的。这个不是跳吗？真不会跳，真不会跳。有没有单身的介绍一个测试？哦，这个我会跳。等一下啊！我说我要手机要充电，他把他自己的手机再充电。你给他们讲一下。稍等一下，真的是太累了，跳的。旁边那母娃不是是我，我没在。你还单身吗？他是双身。现在就休息了，他加了一个，但现在又是起来了，他又脱了。今天要是不能去跳舞，你也不回来家吗？对。多点你关注，关注点一下哦。好了呀，谢谢。
姐，我们是太热了。这个可以跳吗？看见不仅谢谢送来的人气票。杨家主席的那个是了，等把真心总有几十了，个是了，几十了，个是了，几十了，总把杨的心嘛个是了，那张的了扎西几十了，个是了，几十了，个是了，几十了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姐儿们。那咱们就直接跳。底下啥不能用？辛苦了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跳舞。当然，同就是女生的，好累。其实痛，你比冰雪没真这么痛呢，感觉胃酸的很，那个好受。压顶还有。这个擦了之后千万不能用手去摸它。我之前就是这很痒，这样子抠，就是呀，过上毛毛水的事。结果后面我才想起来，我操这。好热呀！头发都出来了。到怎么在节目感谢在选领给我。我去干不选，可真是。我们自己原来回来给他，我们现在俺妈家的，这就给他。我这个甩锅切个，我自干子的渣男切个几百个了。你们这个，现在怎么不当我说的呢？空调都不行，不开吗？空调开了，但是跳舞太热了。家里面你们要
今天30几度，写着第四好多好多。今天33好像。太热了。今天33呀。牛皮克拉斯。昨天也是，昨天比今天还热。这几天收花收到手软把戏。对，没有地方放了。呀，哇塞，你头发好多呀！经常的感觉是干什么？孙总，我想喝冰的水，或者是。心情好才给你们跳尖椒吧。啊，尖椒呀。我县城多过。好的。看到没痛吧？你好嘞。没痛。太胀了，真的。哎呦，马上回来啊。我呀，每次看你直播都在吃什么？我刚刚跳舞那么辛苦跳舞，你都没看到。我要取关，我给开关。刚写完日记就看到你在吃。日记上是不是写了这个周马次天天吃的？老乡你好，老乡点关注啊，老乡关注老乡不迷路啊。说的我都伤心了。我学的那个新舞已经会了，要不要给你跳一下？但是我的动作真的不行，太硬了。要不要你看一下？大长腿除了吃就是来一个。我是到福格西村的，是呀，老乡哦。家里面又给阿加拉姆来一首。真的再不能跳了，跳完这个我就歇息了，我太热了。但是感觉哪没对，可见钟晚初是个内向的那种人，一播就，一紧张就吃。上次见到你不理我了啊！就是这个，不要跳节目了了。哪里没对？来，喝瓶金交换。阿佳看了就要回来了。你等下带弟兄，这个叫。我这个。不要跳了，你背上打了个钉子弹。
也在那个考场之前嘛。就上到就管到的50。去年你是这样吗？养着母鸭了吧，当它是水里的草，路沿看下了我，里边是草里沙土，山我的鸭了我，家口是金沙的，满水的鸭了我，嘴巴是真沙的，山里好鸭了我。不跳了，不跳了！哎呀，我要自己要笑死了。吃买这个滚的人，需要鼓下去吗？我一直真的，我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你，特意去找你，结果在罗马广场后面见到你，他不敢跟你说话，手要柔美一点。来，再来一个，你随便挑。你这他妈烂花子！不行不行，真的，你不要背完背，你不是背不完的问题，是夸根本没有用的，不是打这个字这样吗？不是我个子太高了，没办法呀。我没，我不下去。呀，这里有个矮字，真的是太贵也跪不下去。操你！哈哈哈！他在干嘛嘛呀？还跪着，我真的，就刚才那样来一个死头，我天哪！老师，就是夸张的了吗？这样我还能什么头？摇后头。养的是野马的，都操呀啦我，三不住了这里，三姐跑呀啦我，阿我个啥里，三姐跑呀啦我，阿我个啥里，三姐跑呀啦我，阿我个啥里。手要人没点啥的是。不要随便摔柔美一点子。别
你看到她的老公了？上体晚一点啥的。别让主播老公看到了，他还生气，谁在旁边说话？上体晚一点，但我没有晚不多。晚一点，经常在你耳边说晚一点，晚一点，揉一点，揉一点。啊，差不多。再看一个其他的，说话的露个脸看看，不看不看。露脸。疯了已经，上体完不了，叫就一变态，治了死。对不对？昨天叫皮，我咋三毛手术，家兄啥也不对。那错的是什么名字呢？看得出来。总之好看继续，这个不继续了，太热了我。妹妹不能随便留你啊，他是个，我害怕你们看到他之后就辛苦了。这个叉子不要钱哦，我真的是。哎呀，就皱的了。我有一颗高贵气，这足以让我征服你。足以让我征服你的。不说了，到饭点了。太热了，坐下。今天的天气热爆了。那讲不对。你跟跳舞的节目熟悉吗？能提升点就能。我有一颗高贵的心，这足以让我征服你。我老公出差了，开心死。好了，不说了。你俩身高好像差不多。刚讲不对，我这玩意浪的心目中的。就是我上次帮你们娘拍的那个瘦瘦的，我知道。雍正吗？ABC 都你们选完。张姐们，我发现。那么今天。张姐们，我发现每年到了8月末。节目。你不认真，你不认真录。没戏的，那节目你没戏。就忍不住，节目没戏的。我看上去但你看我算了嘛噻，杨兄弟，这房子那么窄给呢。妹妹味道比你好，清爽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的呢，没有到是。他天天知道啊，姐姐那个动作没对，他就开始说。懂了。他跳舞跳的厉害的很。他就是不跳舞，是因为害怕他一个人把那个境外中心全部 out 掉，知道吗？他说这是这样不好，哎呦，大家都是藏族的。让妹妹跳一个，让她跳青海要不？你看你的眼睛，你还玩手机了？下次我让弟弟他们几个兄弟下来，带他们去境外中心跳。二的，看这个表情，看这眼睛。看你的眼睛，你还玩手机了？害怕不？开了空调，但是很热。190到了，等会一到7块。屁！热的钱都没是娘的，这个走。我们学校多得很。我是怕过要送地震。
别害怕，继续玩手机。点到200个走了，好的，谢谢。念完了，真的谢谢谢谢。祝贺。想不起来了。这个评论有的是的，是不是磕头希望发财的？谁不希望发财？在拜佛还是拜自己的欲望？说这些人的时候，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己，谁不喜欢自己有钱嘛？啥意思啊？打发时间就看你直播在那。家人们开始说他。我想必这里面没有一个人能说得过他，真的。我对面咱们搓搓同中国，就在那里呗。太甜了。又在吃，但不吃了真的，不然又要打击，无意间的打击阿加拉姆，好，有点不好。为啥吃不胖子我也不知道，他胖了真的，他到这儿来了长胖了。胖了10多斤。10多斤有。胖死。我瘦了。对，现在下来了，因为我前2天就是人生第2次上100斤哦，102有，真的。人生第1次上100多斤。然后就，本来就是刚来这的时候只有92。我是来罗马的时候有111到12左右。但是我买的米饭嘛是他妈的，真的天天吃面食的话真的会瘦。面食也容易胖。我不会，我之前就是从来不吃面嘛，你都想咱面呢。这2天开始吃面的原因吧，不是，人家给这个给你吃。我现在104家里面下的不下的嘛？我也没办法，但天天在吃的话就，我也挺开心的噻。我140斤，你104斤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数字是。其实胖真的没事的。胖一点没事啊，喜欢肉嘟嘟的，我也喜欢肉嘟嘟的。真的没什么。那个妹妹是我老的，不是，她是我们老家的。我老买的我可。单独没的，她开始吐的话，她就这会出现那个。没事，你们胖一点，胖一个给我看看噻，说得清楚。大家跟才讲的要买这个，我冬天都会瘦。冬天要长胖。我不会。眼球的是我这表演课是不是？我的。拿过来。我这上面，而且他们看，我就买了个神奇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这涂，它的发际线就没有了。呀，你点么也是特别的，咱俩没听。真的嘞。我感觉他突然间要进来跟他说啊，热死了，你们开空调了吗？这个有的就。就让他们啊，就这啥的，就鸡嘛，让他们就吹那这个，他知道好像个。发际线是最高啊，家人们。还是高哦，天，还是发际线高。但是还有一点。完美婆娘敢不敢跳起运动漂流打水仗？我自己不来，咋子吧？无所谓，大不了就是个土雷。我知道怎么涂了，家人们，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啊，你们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推荐啊。可能嘛，走了，看嘛，那个选个6、7的船，有6、7啊。哎，上去美女上去！找我那里，哎，是去年那个没得一个07帅哥呀，选择是选老看。
头发一会儿就种上来哈。你没办法反制的。哎呀，那个过两天什么？有点早了。你哪能行嘛？晚上洗个脸色，漂流漂完了，想到我了。是不是发际线稍微好一点了？没那个冷的，我第二天就上头发。啊，出来了哟。我晚上很渴。干的，真的可以。没有人当的我。然后又就是这样子。马上就飞，那我伺候回来，把出来吃火锅嘛。我来了。你唱这就没是过。别那么黑哟，就是好热嘛。你赶紧干上去。够了不？ Гурмуры. Не дата звоня чехзать будешь. 我们这听那个什么的，说实话，他听那个的，做的。你看嘛，我们就是做不来其他的原因，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男人婆当多了，所以现在关键的时候做不起来。关键是我受不了。谁叫我是大名鼎鼎的男人婆媳？最尴尬的就是那天碰到我们老同学的时候，天呐，我还摸了一下肚子，我在干嘛？太尴尬了。是不是？哇，天呐，你有长胖的时候吗？这是我就还摸了他兄弟，还看了一下。感觉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哦，跟别人多久的原因吧？目前还没见到，就是同学。你把直播全给妹妹，人气一会儿就上去了。干嘛？为啥？你们这样说的。妹妹善良，她不擅长说话。没事，我第一次跳那个的时候，根本就跳不了。如果不用加半下走帮他播的话，我就嘴巴嚼一点啊。嘴巴嚼一点，把他们说的，气到吧！今天你已经把家了。你真会挑是咸的吗？啊，去了。对。你看，妹妹就这样。就这。你真会挑是挺咸的吗？不行试试噻。他是住在这大海的旁边的那种。太平洋旁边。最近日本那个放了，他肯定有点快，天呐。你好好直播，我先上了哈。好的。谢谢辛苦了，点那么多赞，感谢。我呀，2点了，收到了2个凤眼菩提子，给妹子。哎，你去他直播间吗？他直播了。是。那个人。是。他说的是给让妹妹播，然后妹妹她说的个人气高噻。啊妈，不干了。啊，我把球这个了，怎么都接过去嘛？真的是。谢谢送来的粉丝灯牌。还是他去跪下露牙齿。孙子每天都会蹬3轮车送爷爷去幼儿园，路人见状便会投来羡慕的眼光。5岁的他既乖巧又懂事，在家会帮爷爷做家务。这个音乐叫我有但不知道名字，这个叫做我和你的爱词。有关大爱无间此。我们去德国歌单上写的就是我和你的爱词。
我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，来自我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。我是一名人民教师，平凡的我一直在坚持着我的热爱民族舞蹈，一路走来被大家所肯定，真的非常感动。他是1999年9月生的是。幸福。你们刷到了几个抖音以后在提要求吗？让此为我几个高换歌词，换谁？我知道他唱的。老兄是1999这个，卓玛声音很不错噻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给强强子的，这不是那个。哎，我现在有点不是。给大妈，给那个扫地的大妈看到了，捡起来，不这样。这种的还不如真的这样，真的是。这种天大雷劈！我好像早上刷到了。咱们这么在的就。粉是不是到衣服上去了？你都会了。当粉嘛，真的今天跟这个谁呢？搞成这样。那个工作服的话嘞，古日金。穷的是干嘛？没忘记。一生相许，给你们唱歌吧。看你直播时间过得好开心，我给你们唱歌。阿杰兰姆给献给阿杰兰姆一个6条还是我先吃个点心吧，你先别唱。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感觉刚已经都唱完了，唱一首《爱在斯金兰错》，献给我们家的那个爱杰兰姆。你热得慌吗？哪里凉快带哪儿去。3月4经那错湖畔，给桑梅都盛开的时候，面荡起一圈圈水波，那是我俩心海缠绵的情丝。3人4经那错湖畔，有缘恋人相会的时候，无眠情歌飞向了云霄，那是我俩
真情不变的誓言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把这个我们相遇在四季拉托，许下一个美丽的心愿。从今后彼此相爱，永不分离。再喝一口啊，喝一口再唱。24金拉措湖畔，格桑梅都盛开的时候，湖面荡起一圈圈水波，那是我俩情海缠绵的景色。24金拉措湖畔，有缘恋人相会的时候，绵绵情歌飞向了云霄，那是我俩真情真变的誓言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们相遇在四季拉托，许下一个美丽的心愿。从今后彼此相爱，永不分离，永不分离。来。Hello Hello， 欢迎巴登，谢谢送来的人气票，感谢。阿杰拉姆是不是跑了？唱着他就跑了吧？这是要准备走向唱歌路啊？没有。他被采访了。单子采访呀，我看到那天。之前我就是做他的代理。
助嘛是。正所谓载歌载舞嘛是，上班很轻松。你就那样个这样啦，你身边我个特啥，才可把容不用你，这辈子嘛多少，呀那在我那路，在为了梦的啥，让这人生来过。就那个错喽！哇塞，原来这么……没有，假唱的。曾经都去过你，我很把我要夹着。同说，那在我那路，在为了梦的啥，让众人是那个，就那个错喽。中午好 ，Hello， 中午提升你关注度哟，啥子？你又要回家了吗？看一下嘛。我真的听不进去你在说什么。在我的路，在为人梦的伞，两周的什么不就那个错喽。昨晚给你直播之后啥的时候？昨天晚上没直播。这是为什么？觉得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怎么就我要怎么做感觉？就在一起去看着。再不唱了，我真的，我累了。这是啥歌？哪个？哎呀，这咋是没子？不介意就被挂了，对吧？这新家的这些项目是可能都。我有呀。他这样子方式就是他妈有点的，但是他纹身纹的好巧的。
就是要他小时候，他就未成年的时候就开始问，然后后面就是家里搞关系上都做大学的时候，他也调皮嘛，然后就后面去在打工。